新闻头起先来看，这后礼拜三就要跨年，迎接2026年啊！迄暗全国各地是有真侪大型的活动，交通部会伫咧重要的车头加强维安。另外，台北捷运嘛宣布讲，31早起6点开始，到1月初1半暝12点，连续42点钟拢总有车。而且对暗时10点半过，若是对南京三民站、小巨蛋站入站的，唔免车钱。毋望是当分散旅客，卖大家拢客伫咧下年暗暉附近的车站。过几工啊，就要迎接新的一年，为咗民众计划参加跨年活动，台北捷运宣布，为着配合台北市政府前广场举办的跨年活动，为12月31早起6点开始，连续42点钟营运无休班，一路开到明年1月初1暗时12点。另外，为着配合散场疏散人阵，31暗时10点半开始到嘉登港元旦早起6点。那行路到台北小巨蛋站，也是南京三民站入站坐车车资一律免费。可能免费是其中一个诱因，但我觉得就是可以避开人潮也好。毕竟都在都愿意去跨年的话，其实运动一下也没有关系。因为全国各地跨年活动节，行政院已经执行交通部在重要的交通场站强化安全措施。会对于这种多系统共构的车站，那我们会根据检讨的改善，从北到南来改进。另外，台北捷运发生随机攻击事件，造成4个死亡、11个受伤。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，伤者有1个人治好已经出院，目前还有4个受伤的人伫一般病房治疗。很感动，就是会有像于先生这样的英雄挺身而出，对，然后就希望就是之后大家都可以平安健康。还有一些受伤的民众，也希望他们能尽快康复，然后尽快的走出这样子的一个恐惧啦。台北捷运随机攻击事件发生1礼拜啊，为咗民众心中留落阴影，可能出现惊吓甲不安。卫福部已经扩大启动心理健康支持方案，那是因为这个事件受到影响，每人有3间免费的心理咨询服务，无限年龄，放任认定适用。方案的持续到明年底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